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商業新聞獎已經不經不覺嚟到第10年。咁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好多謝咧傳播學院辦呢一個商業新聞獎，令到我哋咧嘅記者能夠多個平台咧去發揮佢哋咧就係做呢一個商業新聞。熱烈祝賀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商業新聞獎10週年，期待呢個平台繼續發掘新一代優秀嘅新聞人，傳承業界專業公正嘅精神。我覺得呢個獎咧非常之有意義，希望咧所有傳媒朋友同埋咧大眾咧都支持呢個獎，繼續令呢個獎發揚光大。